坊間有個傳說嘅喎，就係話食完嘢之後立即刷牙嘅話咧，會對牙齒表面嘅琺瑯質造成嘅損害咧，係會比一般情形為大嘅。咁呢個係咪事實呢？理論上咧係可能係嘅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食物嘅性質裏面咧嘅酸鹼度咧，有啲可能係帶有微酸性，甚至乎可能稍為高少少嘅酸性。但係咧要造成一個立即嘅溶蝕效果咧，係非常之困難嘅，因為第一你會有口水。咁你含住啲嘢喺個口裏面嘅時間咧，口水已經稀釋咗一部分嘅酸性㗎啦。第二嚟講，就算你立即刷牙，好少人咧就係一攞起支牙刷就攞起牙膏就即刻刷嘅，多數你都會攞一啷口你先會刷。所以嚟講咧，停留咗喺牙齒表面嘅酸性嚟講咧，你啷一啷口通常都會消失。而你立即刷牙嘅話咧，所造成嘅損害咧係非常之有限嘅。而且而家啲牙膏好強調咧係修補琺瑯質，所以嚟講咧呢個傳說咧理論上就有，實際上咧所造成嘅損害都唔會好大嘅啫。